带去读唐诗。8月15夜征张公主，作者韩愈。千魂四冠天幕湖，清风吹空月事铺。沙平水色成映月，一摆相续滚东歌。军歌声宣随凄苦，不能听将泪如雨。洞庭连天九二歌，高粱出没成五湖。十声九四到关所，游击灭灭如中毒。夏虫为霞食为玉，海气湿疾分生数。作者周前推大古书王继承定军歌，写书一日行万里，最终大辟该地书。千者对回六者还，别系通古清调班。周家心灵世界，坎坷只得无经万。判书闭关不堪说，未免随错定哀叹。当时背流多上多，天路又险难对盼。军歌凄幽听我歌，我歌今已军事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求名非由他，有手不饮奈明河。这首歌诗呢，纯粹是用散文体来描写，主客对人一情一和，互诉衷情，洒脱疏放，独具一家韵味。在唐德宗乾元19年，也就是西元803年，张曙甲韩愈两个人同时担任监察御史，为替民清明，得罪东关派，双双贬放到连州甲深州的不毛之地。两了，新军宪宗来继位，大赦天下。以两个人的干才不忠贞呢，必定会当风调会景内顶升平的抱负。哪会知影美梦成空？所以8月15日中秋暝，两个人彼此来对弈。诗是韩愈所写的，题材却是照张曙贬放到蛮荒之地艰困的境遇。莫讲林武，林武就是伫学啦，遍地怪谈毒蛇。有时阵呢，在写路面参加呢，防不胜防。当地蛮夷呢，不再真后用这种的孤独，每顿去吃物件，拢在提心吊胆，又湿又燥，不再有强烈之气，是动十生九死。这段就用大自然的环境夸张的描述，其实呢，也是暗暗比如讲，这最朝廷的东关派殊途凶险。清兵的事故感伤悲切，无张无弛，必占一个转，敢若像欢欣鼓舞。原来是宪宗继位，大赦天下。本来认定讲甲张曙必定当风调会景，哪会知影呢？一个是被东关派来阻碍，由假梦变成绝望。迄种的痛苦呢，确实毋是笔墨会当来形容。全篇到最后的5句，才来写出你家己的本。军歌凄幽听我歌，我歌今已军事科。一年明月今宵多，人生有命非由他，有酒不饮奈明河。这几句呢，比我浅白的分析就是讲，你莫再唱落去了啦，换我啦。我唱的甲你无同款。一年一摆中秋月色，相迎相水。人生的际遇，并不是咱家己当来破败，只是今年呢，若无好来痛饮，是不是太不起
当夜的明月落，五句的结束，别了万而不乱小雅之风呀。读书的囡仔白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书快乐哦。